关岛145森林西里溪寮1号桥前几天雨水上济了，水未复排，附近有10多公顷的田拢淹水。农民是真怨叹讲附近一落大雨就淹水。云林县政府的水利处嘛表示讲，未来加强来摒扫排水沟仔内底积土，保持水沟仔会通，卖来研究改善的方案。 接报田无偌久的日记条是规个浸伫水内，受到连续几天落大雨的影响，造成森林西里溪寮1号桥的边沟未复排水，和附近的田拢淹水淹得真严重，10几公頃变作鱼温。采购早起雨有较停，但嘛阁有真侪田浸伫水内。田这个拢做关于古你有班人大家做田拢有当干，嘛浸水因为即马几工。这地落雨季嘛浸起来，嘿，做大就大都浸起来啦。风雨若较大咧。 水拢已经大家这拢口较袂出去啦，啊！你像即摆咧抽这啦，那即摆抽迄边抽吼，抽下佫倒加这边佫位田佫出去啦。农民还讲，大概落雨拢一定淹水。对这云林县政府水利处表示讲，溪寮桥的两边已经设置刷动式的抽水机平台，但两边的入水口定有粪扫塌掉，也是土质伫遐，未来加强清扫，卖含农电水利署建议排水沟闸门的改善。这水闸门的功能要恢复，包括它就是要防止外水。 然后要容易让内水能够排出去，所以阮会过来甲水利会研究哦。县府表示讲，除了改善水闸门，嘛会针对边仔沟设置杂物的栏杆，伫逐年汛期进前做桥下的清淤，而且协调农电水利署办理现有的布环改起来提高排水的效率，避免田淹水的状况一直发生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